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麦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欢迎收听咱伫彩色人生的单元喜乐要来给咱介绍我所行过、访问过，也是咱伫传统信仰内底一个圣道的道女士我感觉伊是一个真认真拜神的人，但是嘛是真迷信的人。这个道女士毋捌来过教会慕道。因为伊捌伫台北医学院癌症以后在做化疗，所以是咱真耶稣教会伫迄个小区的教会兄弟姊妹去做病院报道留落所转过来这个资料因为去参加灵恩会，所以教会有咧关心，接到这个资料以后就去到因兜甲伊拜访这个道女士伊嘛无拒绝，因为伫台北医学院有见过真耶稣教会信者，所以转来到伊的厝来到中部，因为到迄个访问阮就是祈祷啦，就是探访啦，就是读圣经啦，唱诗歌啦，安尼尔啦所以这就是阮的工作大家去搭访问听这个道女士的这个情形嘛甲关心啦所以讲有机会会当甲伊熟悉访问拢是透早喜乐就对着教会访问的行程来到因兜哇，结果是住伫5楼啦，咱迄个旧的迄种公寓较早迄落一楼一楼可能对南部起来大家拢想讲俗就好，佫少年到5楼的所在其实这若年纪愈来愈大是讲骹头愈来愈退化就真麻烦的代志虽然是安尼啦，一台车6、7个来大家慢慢行就慢慢爬悬虽然吓一个喘5楼嘛是爱因着福音的缘故拢无人就咧海香啦伫遐咧靠餐啦拢无啦到这个道女士的厝内伊差不多150公分左右但是破病有做化疗，所以迄个面容安尼黄暗因为有联络啦所以到的时阵伊嘛真客气就讲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其实伊嘛早就准备迄个室内拖鞋啦进入去这个客厅我一看哇，规个桌顶这个茶几顶头啦拢总摆满满呢，用迄个金纸凹的迄个纸鹤啦这要创啥呢这可能是求平安用啦这个有一个神桌红架桌这神桌顶头煞无看神枪呢，无看5枪伫无看神明伫遐啦敢若留一个架挂伫迄个墙这个上路尾遐向着这个阳台落地窗的所在那一般传统信仰的家庭应该拢是伫迄落安尼正厅啦但是伊却甲摆伫迄个上后壁这个墙的边仔后壁落遐过来伫这个碰椅的正后壁边
佮看到另外一条即个折叠餐桌啦吼，啊，这折叠餐桌伊是拍开的哦，啊，那就一尊神明吼，甲神主牌啊吼，放伫遐啦，哦，啊，迄落感觉足奇怪吼，啊，他会神明他会无去请咧迄个神道顶头，啊，他会徛落来伫迄个折叠迄个餐桌顶头，怪怪吼，即个面吼方向吼是对着迄个房间啦、卧室啦吼，啊，这都拢感觉怪怪，无啥正常吼。啊，我心内吼，啊，感觉安尼疑问吼，晓疑吼。啊，现怎有伊迄个神吼，神明啊，哪会无放伫神道啦？神主牌啊吼，哪无摕做伙吼？嘿，是毋是吼？安尼迷信吼，啊，佮对一个高人吼，安尼节奏啦吼，这足奇怪吼。啊，这杜律师嘛，趣味哦，伊安尼安尼真紧吼，啊，就把这茶几吼，啊，就整理啊，腾出这个空间啦吼，啊，阮就吼找伊啊吼，啊，就为含伊做伙围咧伫伊身边吼，啊，大家就甲关心吼，啊，杜律师啊，你朋友较好无吼，啊，有祈祷无？甲你教你会记哩无？有想要来教会无？吼，这个杜律师吼，安尼真气定神闲吼，啊，四两拨千斤吼，伊就安尼讲吼，讲我本来就真好啊，这个指数吼有较降啊啦，吼伫遐听吼，啊注意吼，啊含阮做伙去迄带队的团队吼，啊就甲讲吼，讲人吼伫病厅内底吼，对人生世事啊一定无共款的感受啦，啊时间若长吼，啊就会安尼厌弃家己，甚至吼对未知的未来吼会产生恐惧哦，啊伊安尼吼，啊心肝真安定，安尼讲哦，袂啊，我一出来嘛毋惊。我有囝，我有新妇，大家拢真友好，我家庭真和乐。啊，阮囝吼按时拢带我去病院吼做化疗甲电疗啦。看伊迄个模样吼，那亲像安尼，弱不禁风吼，啊，真正是身体欠慢，但是吼，啊讲话吼，咱讲喙吼才笑咧吼，啊喙甲咧无承认讲家己是安尼弱不禁风啊吼，啊，所以电脑有迄种安尼英雄气概吼。啊，当然，咱也袂使讲得失啦吼，啊，就听伊讲嘛吼，啊，伫开讲中间吼，会发现讲这个老大人吼，主观意识吼，真硬呢，真强呢，啊，伊吼真正嘛勇敢呢，伊无甲这个病吼向病吼来屈服呢，啊，伊随时安尼甲阮应讲吼，啊，就死啊，死就煞啊，哪有啥物通啊惊呢？可见吼，伊的迄个内心吼，啊，其实啊。若讲毋惊啦，就去找迄个师傅吼，也是讲什么老师吼来咧指点迷津啦，咧奇怪。啊，然后吼将迄个厝里服侍的神明吼，啊不断吼伫咧转向啦、换座位啦。啊，另外一方面吼，啊佫欢喜吼，这个教会基督教的吼，啊去甲探访，去甲祈祷啦，吼。啊，咧祈祷的时阵吼，甲教吼，奉主耶稣圣名祈祷，讲一遍就好。啊，然后吼，咱就用毋免讲足济，咱就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伊祈祷的时吼，佫无反对呢。哦，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祈祷安尼佫偌大声呢，佫足清楚呢吼。看起来吼，伊嘛安尼真认真啦，安尼学起来吼，安尼互显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帮助啦吼，啊来甲医治啦。头拄毋是讲毋惊，死就煞，干嘛呢？真正若迄种视死如归迄种勇气吼，较会也要拜拜，也要听老先咧讲，要来这个求耶稣来帮助。我佫慢慢敢咧观看吼，迄对迄个凹好迄个字号啦，佫迄个神明道内底吼，迄神明的位吼是空的吼，怪怪吼，迄种藏伫心内迄种稳重的意识吼。就是吼，咱讲内心的迄种贪啦吼，一尊神明拜无够吼，都爱拜足济人，毋通加落去安尼吼，很奇怪。所以讲，伊头拄仔咧讲毋惊才怪吼，哪有迄落毋惊啦吼？若真正毋惊，哪会着安尼去忍受迄落化疗的迄种艰苦啦吼，冰白啦吼，甚至吼安尼胃口无好啦，过来吼，像嘛咧落喙齿呢，落痰毛呢，这讲起来这化疗吼实在是不好玩吼，对咱的身躯啦，对咱心灵真正是真大迄个灵呢吼，这箴言吼，圣经内底咧讲，人若破病啊，心会通忍耐啦。真正你若病久吼，心灵会忧伤呢，会惊吓呢吼。到底人若真正断气的时阵，迄个目睭开了，暗蒙蒙、乌煞煞，要去对？迄个心灵吼是存在呢。
圣经咧讲，按照神的定命，人拢有一摆会死，足公平的哦。死毋是老人的专利呢。死就是毋喘气啊，都无动作啊，你的心脏停去啊。红影会死啊，老人会死，青年会死，查甫会死，查某囡仔嘛会死。所以死是正人的结局呢。你即摆即个结局以后，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毋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所以咱拢知影嘛，会审判嘛。审判以后拜拜的人讲要去阿鼻地狱啦，无啦，阮无爱，阮信耶稣的人爱来天国这是一个足大信仰的差距啦。天国你若讲一般信耶稣，像阮对圣经理解天国就是神同在啦，造物主伫遐啦，芳华果子满满是啦。同款信耶稣，咱的以前的亲友啦，咱的师大啦做伙伫天国来团聚伫神的乐园内底做伙唱诗学乐，过着迄个快乐的人生，快乐的迄种生活毋免叫烦恼怨叹清食啉大用，毋免。你若讲去阿鼻地狱咧，惊死哦！牛头马面的啦，阎罗王啦，这个刑罚啦，火未花啦，虫未死啦，遮加啦，遮烧啦。你讲咱心内哪会袂惊吓？少年人、健康的人，伊感觉讲离死还足远咧，所以迄种恐惧的冲动较少啦。但是真若破病了你就惊吓，所以讲。有病心会通忍耐，你病若久心灵就忧伤，迄个忧伤指着含伫心内迄种恐惧、迄种冲突、迄种惊吓。所以伊这个窦太太窦女士伊嘛捌安尼指数这个癌指数较悬的时阵就拒绝到位去访问咧。今仔哪会当答应咱去因为都伊感觉讲癌指数较低。到底是啥物想法无人知，只是看到伊讲安尼众神明拢好啦，逐项信仰拢好啦阮安尼两个团队去伫遐甲祈祷虽然本来是反对的即马煞答应呢，咱愈想愈趣味敢会讲甲两位团队当做伊平常咧求的迄个大师吧还是讲迄个师傅吧奇怪雅各书内底1章第60到第80咧讲讲人啦有信心啦，伊祈祷嘛有体验啊，奉主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耶稣来帮助看顾，毋免医药，只要有信心。所以这圣经讲，只要凭着信心求，一丝丝都毋通迷惑。毋通嚣疑，因为嚣疑的人亲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就安尼翻腾。心怀两意的人亲像海涌变来变去，伫一切所行的路顶头，拢无定见人就是安尼你若讲这也袂，迄也袂，迄就双脚踏双船，其实是毋对的啦拜神袂当专一我看这是咱这个华人社会甚至咱台湾会使讲真自由这个所谓迄个反神的迄祭拜的传统信仰想要规避拢甲好起来啦，甚至期待迄个咱毋捌的神明嘛来保庇，所以世俗人安尼讲心诚则灵啦，心诚则灵这是种善良的看法无毋对，但是咱人的软弱心中的软弱，真正爱有瓦壳，爱有一个足会通拄的一面墙啦这面墙就是生命的根基，是完全的良善，帮助人的毋是讲要破坏人的。阮伫真耶稣教会，伫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内底主耶稣就是咱真好的迄个生命的基础，亲像磐石。主耶稣就是咱上好通活迄个生命的瓦壳无你若讲人悲伤甲四面墙无一面通活，你就破功呢。所以咱感谢主行善是基本功啦，袂使讲我都无得失人，我也无做歹事安尼我应该无代志死的就煞，死若会煞就无报应嘛，敢毋是安尼？死若煞安尼抢银行反正死就煞判刑都掠着才判刑，无掠着就闪袂过食咧8外岁这种侥幸的心态是毋对的啦。神是灵神是性格无瑕疵的，所以这个世间若追求真神，有迄个属神的范围，会通得到平安，追求圣洁
所以咱有圣经的真理通挖靠啊，有神的话，所以阮咧聚会祈祷啊，唱诗歌，拢是要互咱分别为圣啊，心中无重担，这是属神的范围，所以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无迄种压力的吼。啊，过来吼，有迄个属鬼的范围啦。鬼当然就是犯罪的天使嘛吼，天使本来要帮补人，要帮助人的，为承受救恩的人来做的吼。但是鬼嘛有自由意志啊，本来是天顶荣耀的星啊，结果想要甲神同款咱像安尼有足济美容，有足济这个高贵，要赢过神，伊就不守本位嘛吼。所以互神吼安尼降法刑法拍落这个地狱。即嘛暂时偷放吼，要来做工吼，要来互人甲神来隔绝。即嘛是对人来讲一种考验啦。对神来讲神要试验人。对魔鬼这个撒旦来讲是要安尼破坏人啦吼，是要试探人。所以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就是去鬼借着蛇，魔鬼借着蛇吼，来骗去这个神恶果袂使食结果安尼讲，敢真正讲袂使食，这夏娃就回应安尼讲神讲袂使摸袂使食，免得恁死根本神甲亚当讲的是这日子的确爱死，所以鬼的范围就是讲人若犯错吼这始作俑者吼，就是这个变歹的天使这个鬼的灵会将人带入罪的世界罪典型就生出死来。这个死毋是肉体的死尔，毋是未喘气的死尔，这个死是甲神隔绝你看人甲神隔绝，就亲像亚当夏娃叫神赶出伊甸园同款咯。你著爱汗流满面，你啥物拢爱家己来流汗佫无一定会当食得饱查某人乱无你的查甫人你共生囝生会过烧酒芳，生袂过这个刮茶棒所以属鬼的范围就是伫罪内底最后佫有迄个人的范围人带着肉体，所以是上被局限的，叫用限制条咧，甚至咱的肉体软弱会枵，会爱困啉水有需求，有七情六欲因为这犯罪以后罪性就带伫人的身躯神就是安尼疼世间人，所以道成肉身到世间来，为着要拯救咱的灵魂，为着要抢救咱的，毋免叫魔鬼安尼束缚当得到偷放。所以人的范围咱称作神的囝，就爱信耶稣，就爱追求这条得救的道路。所以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讲讲我是耶稣是啥物？是道路、真理，是活命。这着耶稣基督来讲，拜着神到天父遐去。所以这三个范围咱若甲看起来，人伫健康出问题的时阵上容易连接到鬼的范围啦。但是嘛是一个机会若会通敬拜神，会当倒转来回头追求真神，连接伫神的范围内底，就圣洁就无乌白来但是伫鬼的范围内底，你就惊嘛所以就道听途说，乌白找神，毋捌的神嘛要找来做讲这是对的，其实是足大的错误，甲讲起来无知啦所以大家拢咧拜毋捌的神嘛咧拜，其实是拜鬼呢，拜撒旦呢，迄无拜着真神呢。病人需要医生对症下药有幸才会通得到好的药嘛，得到医治嘛。若不幸去拄着迄个赤卡神你拄着迄个假，也是讲无老练的也是无明白的乌白甲你开药咱讲请鬼开药单，讲起来包死的。所以咱看拢世俗咱咧拜神用金啦，用银啦，用茶啦足赞的迄个木材啦来甲雕刻。但是诗篇115篇第5节讲迄雕刻的神明有喙袂讲话，有目睭袂人看，有耳孔袂听，有鼻袂人鼻，有手袂人摸，有骹袂震动，有牙喉嘛袂出声呢。所以圣经讲迄个做伊的要甲伊同款靠伊的嘛是安尼啦。所以人若去拜拜哪拜哪祈祷，你讲想讲这要对神对耶稣遐来得到啥物呢？多数的人拢因为破病报道会才有机会来听咱讲耶稣，见证耶稣其实也有袂少人心眼是袂开的啦抑佫是束缚掉的啦，亲像伫这个黑暗的家牢内底，这个犯人同款
终其一生伫咧拜神，结果错误将迄个应邀互雕刻的偶像。以赛亚书的42章的第8节有讲讲耶和华是咱的神啦，咱神的名啦讲我的确无将应邀归互假神，嘛袂使将俄罗来归互迄个雕刻的偶像啦。真正是安尼你若知影好歹知影这是毋对的咱应当追求的是耶稣基督，伊是肉身道成肉身的神加做咱生命的中保，要甲咱带到耶稣，带到天父真神的面前，要做咱生命的光。生命有光，咱就会当出黑暗，进入迄个奇妙的光明，咱就会当像喜乐共款伫线顶，伫这个节目顶头，也是讲去到咱这的基督徒朋友，也是这未信耶稣的人的厝内，也是讲有机会大家来谈论，毋通一味固守家己的看法。互人生亲像咧行伫沙漠，亲像行伫旷野喙焦找无物件，无目标死嘛无方向。讲起来灵魂将灵魂一步一步安尼吹向迄个永死永恒迄个境界后日审判落地狱，这是最大的损失啦伊供奉的这个祖先就神之牌甲神明做伙放伫迄个简单的折叠餐桌顶头愈看愈不搭调呢我来问讲阿桑你哪会这神明哪个摆咧遮啦伊就安尼讲无啦，迄暂时啦，会阁煞咧啦随性我就甲问讲你安尼拜祖先安尼遮认真拜，用心烧金纸，请问你捌看过对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转来甲你烧借问，还是转来食你传的物件还是转来摕你所供奉的这个供品？伊回答讲哎哟惊死人都拢死啊，哪有可能转来食卡着食呢毋通安尼惊人好无我看讲这个杜太太伊咧讲遮个代志，感觉讲真正矛盾你著明记知影讲伊著袂转来，你搁传遐济物件，这道理大家拢知影，离世的人无可能啦，嘛袂转来啦。若真正转来你毋知错咧等是人还是鬼还是神吗？人死后拢做神，干安尼标准伫倒位后日是要安怎判断呢？共款啦死后人拢做鬼，敢有太平的日子？鬼遐济，毋惊死你，惊死我。这种世间人拜神拜毋对的所产生出来迄个错误啦这种的错谬互人因为咱是万物的灵长呢咱拜神才会使遮糊涂啦甚至互人安尼计算去掠做讲道行道行较深大师啦借着这个冲犯刷着安尼一寡禁忌互人安尼来左右摇摆来出在人去主张所无家己的看法无主见安尼敢通讲做家己无所谓毋惊，这是自欺欺人真正是咧骗人灵魂拢是神做的，拢属神的。死后审判以后，灵魂拢爱归回神的面前，所以拢去到神的面前审判。送要落地狱，送要天国，送要永恒，送要永生。这拢早就定准了但咱活着有自由意志，咱就来追求真神，来明白真神，来查考真神，真耶稣教会会满足咱的需要。做你来。全台湾各地真耶稣教会毋通惊毋着经伊你入来唱诗，你入来听道理，你入来查考，阮欢迎你来祈祷这上家己的这个判断，上家己的体会，毋免别人互你。你有1000万，你家己趁，你就知影看要寄伫倒位，哪着别人甲你讲，同款这个圣灵就神同在，比1000万较价值。他着牧师神父甲你讲，他着啥物传道甲你讲咱若亲像阮的经验伫真耶稣教会，祈祷得到圣灵，这指头自然跳动，心肝开阔，人生的意义产生，真正就无惊死亡呢。死不过是一个过程尔所以
以赛亚书42章第3节讲吼，讲压伤的芦苇啊，伊无压断；啊，得要火气的灯火，伊无达分互花，共款哦。咱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啊，伊是神哦，伊嘛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做了血肉之体，啊，而且叫定十字架，啊，借着这个死，要败坏将死权的魔鬼，魔鬼将死权嘛，掌握这个死的权柄嘛，主要说就要甲败坏，安尼啊。会当偷放咱一世人惊死啊！啊，就做死的奴才，所以为着莫惊死吼，啊，人报这也去，报迄也去，生命本来就免惊吓吼，因为主要所替咱代死定十字架。咱这个事机健全的人吼，甚至咱会当想聪明的人，较会使将迄个人做的迄个五枪啊，荣耀来归予伊呢啊！求主甲咱感动，甲咱精选吼，互咱对心内这个石头心甲提掉，毋通定国国。参考看卖，倒转来主的面前来换一粒这个软的有温度的这个肉心，石头心换肉心，倒转来神，倒来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敬拜，做一个聪明的人做一个聪明的选择，才袂互咱这世人白行的所以求主耶稣来帮助咱这站咱彩色人生的单元就讲到这，咱要做伙来祈祷咱做伙压头灭倒。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到你，因为你着拣选阮，互阮对无知，互阮对愚昧内底来诚到聪明，来有智慧。因为主你疼阮的大爱，互阮通得知，其实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主耶稣，你要甲阮看顾，你要甲阮收纳做你的囝。阮会当恢复身份，爱借着所相信的来靠主圣灵的帮助，会通洗礼下罪，洗骹甲主有分。会当领受主耶稣互我的生命，就是领受圣餐。主你讲，肉体是无益的，你的话带着真理，才真正的生命。愿主耶稣来保守，进来到你面前追求的人，你拢要阮平安。你嘛看顾这软弱的人，会通早早来明白神的救恩，那像看到透早的光线，那就得到迄个露水的甘露的迄种甜蜜。主啊，阮安尼祈祷，愿你垂听，愿荣耀颂赞归你的圣名，将你平安来收束阮大家。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奇事，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共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多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当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
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